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盐埕五福四路一栋荒废10多年的老建筑，今年2月以全新酒店样貌重新开幕。大楼前身是高雄第5信用合作社，历经法拍转手，重新整修。业者看准博二艺术特区带来的观光人潮，成为老屋活化的新契机，也替盐埕再添新亮点。崭新的外墙与 logo， 这间位在盐埕五福四路上的酒店2月刚开幕，但在地民众都非常讶异，因为这栋大楼过去已经荒废了将近10多年。哇，很久了，10年以上有了啦，都没有在营业，都没有在营业。对，晚上都暗暗的，除了这个大楼以外，其他都亮亮，都很繁华这样。高雄市第5信用合作社，所以就是建筑物都是一样。一样的建筑物，对，这是拉皮而已吧。酒店前身是高雄第5信用合作社，前任买家在2014年入手大楼后，经过几次转手，最后在2018年被法拍，在2024年以2亿2785万拍出，接着2024年6月新租客以月租金75万元承租，更创下盐埕有公布10价月租金以来的最高纪录。房仲认为改建为酒店算是大楼重生最适合的做法。第5信用在这里差不多有50年的历史吧。旅宿业者他要再找新的地来，就是比较精华的地来盖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他如果能够从这种既有的或旧有的去重新改装、重新装潢，然后注入新的元素，去给它重新的经营、包装的话，其实这样子速度上会比较快，而且所花的费用会比较节省一点点，那缩短了准备的时间了。房仲业者也认为，由于博二艺术特区带来稳定的观光客源，加上盐埕近几年积极站稳文创与小吃观光，业者才会看准商机开启酒店。假日很好，旅客很多啊，外地来旅客很多。以那个博二艺术特区做核心啊，那结合现在有轻轨啊，加上它捷运的蛮便利的，然后还有我们所说的新乐街啊，或者是大量的大港开唱啊，或者是一些文创小店，一些咖啡厅，其实都对于这里投入非常多观光资源，那保留非常多它的自己盐埕当地的味道。在观光人潮回流之下，地方期待这样的活化案例能带动周边商圈与街区再升级，让曾经沉寂多年的老城区重新找回人潮与活力。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一家知名美式卖场即将搬迁到高雄软体园区旁，近期已挂上品牌招牌，预计今年第3季正式启用。不少民众担心，开幕后车潮涌入，恐怕造成周边交通打结。对此，高市府交通局已要求业者提出完整的交通维持计划，并且严格审查，落实执行。位在高雄前镇亚湾区域的软体园区，每到上下班时刻，前方的成功2路总是挤满车潮。而近期有民众发现，一旁的美式卖场已经挂上招牌图标，预计将于今年第3季投入营运。部分民众忧心将会让地方的交通再受考验。先会塞车，较会袂塞车咧，迄就看政府，迄就迄绝对会塞车啦。高雄软体园区旁除美式卖场外，特贸3南基地也在兴建当中。完工后势必引入大量上下班人潮，让原先就车流量庞大的成功2路更是雪上加霜。对此，在地议员也认为应该提早做出准备。好事多这个人潮本来就很多，在旧的好事多是在中华路跟复兴路口。只要是在这个好事多的这个假日的时候，它就是塞车的状况。那影响用路人其实已经很多年了。那将来在成功路，其实因为成功路这个路段也很多重要的这个场地常常要办活动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好事多要把它的整体交通维护好尤其它是私人的一个公司，我们希望就是说它在交通的维护动线上面要提早做规划，不要影响到附近周遭居民生活的状态。好事多需依核定之交通影响评估承诺事项办理，包含米勒侧新增出入口、
也需在开幕前3个月提出营运交通维持计划书送交审核。对此，高市府交通局也表示，已经要求业者提出相关交通规划，并且会严格执行。但是否能有效疏导车潮，一切还是要等到正式开幕后才能见真章。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高雄轻轨陈营园通车后，运量持续攀升。根据统计，去年载运量成长最多的站点是高雄展览馆站，取代前一年的旅运中心站。主因是因为大型展览活动变多，加上星光水岸公园吸引人潮，整体轻轨运量也比前年增加6%。高雄捷运路网逐步完善，其中轻轨路线从2024年成员后，运量每年稳步成长。而根据最新数据指出，去年高雄轻轨总运量突破1300万人次，日均运量达36000多人次，其中站点增幅又以高雄展览馆最多。像是我们去年度呢，在轻轨的部分，第1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高雄展览馆站。那另外其他的4名的话呢，都是在我们的大顺路段，像是我们的这个树德家商，然后圣公医院，还有高雄高工以及我们的大顺民族站这个部分。那我们是觉得说，像是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的部分哈，因为去年啊，其实市府有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像是我们有公园启用，那还有一个马戏团的活动，都已经在这个时段呢，都吸引了蛮多的人前往那边去做游玩，所以这个站的运量其实是还蛮高的。高雄轻轨全长22.1公里，目前共计38个站点。今年轻轨运量增加的站点排名，分别以高雄展览馆27.4%最多，再来是树德家商26.3%，圣公医院25.9%，高雄高工25%，最后是大顺民族18.3%。民众普遍认为与人口还有便利性相关，应该是旅运中心跟那个展览馆的关系吧。我觉得说蛮便利的，主要是这边人口很多，然后比如说假期的时候那边一个展览馆嘛，哈，很多人会来逛，这也是重点。然后这个在过去的话，公司行号的上班族应该也会吧。除了区域民众逐渐习惯搭乘以外，观光客与学生族群也成为乘坐的固定来源。以前刚开始觉得捷运会把轻轨分散人流，结果我看差不多嘛，因为各需所求嘛。因为它的路径比较市中心，对，比较广阔。然后捷运的话就是那一条而已，所以差很多。轻轨很好啊，就是对于蛮方便的嘛。哎呀，对啊，就是绕整个高雄的算市中心嘛。因为所有的包括饭店的聚集地就在亚湾水业的星光路附近，那个聚落整个都是属于高雄市整个最重要的观光区，所以高雄展览馆这一站，包括你去梦时代去做购物，还有到博二，还有到亚湾地区的整个沿岸，都是我们高雄或者其他外县市游客来聚集最多地方。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沿的几站当中，观光局也好，或者公务局也好，或者整个捷运公司能够把这样的沿线形成一个观光聚落。高雄轻轨运量稳步提升的同时，如何缩短班距以及提升行进间的安全，也成为未来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高雄捷运黄线 Y 10站联合开发案7号正式动土。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表示，业者将投资大约68亿元，新建4栋住商复合大楼，规划地上24楼，地下5层楼，预计2032年完工。一动土，开工顺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高雄捷运黄线 Y 10联合开发案举行动土典礼，象征高雄车站大都更计划迈出重要里程碑，将新建1床4栋、地上24层、地下5层的住商复合大楼，紧邻捷运 Y 10及台铁民族站。未来会有地下连通道进入联开案地下室，住户享有出站就到家的便捷度。针对于今天 Y 10的动工，我想这个是对于整个高雄火车站站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开案的案子哈。那当然后续还会配合我们的大都更计划，那整体我相信会对于三民的整体环境也好，整体周边的开发也好，都会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捷运黄线 Y 10联合开发案不仅为捷运黄线民族站与台铁民族站交汇站，更是高雄车站大都更计划重要一环。
将打造高雄车站周边为台湾国际新门户。71期从化区里面，原本的土地就是归由地政局的抵费地，那么我们专案报准行政院核定列为捷运开发区，那么因此呢，才有这样一个捷运开发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案子呢，总共的基地是0.76公顷，那么是一个完整的街廓。那么我相信呢，包括这个洪总裁包括我们这个吕董事长，他们很有眼光，那么很精准的看到，因为它不只是个Y10的捷运联合开发案子。在往西的话，那个所谓的民主路桥的隔壁就是我们的民主站。那么依照我们的捷运核定的计划里面，由我们加昌呢是公部门会执行，所以咱这个所在是到站就到家不只是如此，它是双捷运，一个捷运都是Y10嘛。建筑地面层规划约160坪公益空间，设置公共托婴中心，兼顾都市发展与市民生活需求。同时，市府将分回约36亿元价值的房地资产，持续挹注捷运建设经费，强化公共建设财源。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八德路上有一间低调小店，店里只卖面线羹，老板娘延续婆婆的手艺，食材坚持手工制作，保留古早味的原汁原味，也让吃过的顾客赞不绝口，一访再访，成为店里的熟客。用勺子将面线及赤肉盛到碗内，这一碗散发着酱油香气的古早味面线羹呈现在餐桌上，光是闻味道就让人食欲大开。而吃过这一碗面线羹的客人也大赞，更是让许多顾客一吃成主顾。因大家放啊，即马第2代啊，所以伊物件口味真的是拢无变的，真好食，好食安尼嘿。阮是常客。常客，然后用到来吃，有时间就来吃安尼啦。真的是好食，外口吃无这个口味，吃下拢来吃。我朋友去日本都倒来拢来吃。我几乎每天都来吃，口味很好。每天早上几乎每天早上1个礼拜最少吃5天，都是手工啦。纯手工做的啦，都原汁原味啦。老板娘延续婆婆的厨艺，店里取用的食材全部都坚持手工制作，为了就是要让客人可以吃到最鲜美且充满怀旧的古早味小吃，也让这道将近70年的美味传递给每一位客人的味蕾。从我婆婆开始做到现在，我婆婆是做了30年，我做了36年，我们的东西就是没有拿别人弄的那个成品，就是自己熬出来的。像那个猪油是自己炸的，配料什么都我自己弄的，红粥的什么都是我自己做的。老板娘清早5点半就开始备餐，一路到下午卖完为止。来访的客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倍感亲切，无话不谈。即便工作时间冗长，也乐此不疲。他们是比较常客啦，常客他们会喜欢吃这一种口味的，他们就会来吃。我就是从5点20分就开始做，7点一定开始开卖，开业开始7点一定都有，就是开始营业，就是这样子。今天准备的东西就是卖完为止，没有再卖了。有时候1、2点，有时候3、4点，有时候5、6点，也不一定，看客人的心情。客人如果早一点来，我就早一点收摊。只卖面线羹的小店，即便没有显眼的招牌，但诱人的酱油香气阵阵飘散，依旧吸引着街坊邻居前来品尝，也让这一道超过1甲子的怀旧小吃继续飘香。记者洪俊杰高雄报道。住在台南仁德的竹仔手工面，创业40年，从早年的传统面摊一路做到现在。如今店面虽然转型成文青风格，但老板卓文守仍坚持手工制面，也让这份老味道持续留在在地人的记忆里。走进制面空间，老板卓文守开始先用手工和面，再经由机器反复揉制、压盐、切条，看似简单的工序，但其中包含满满的经验累积。会依季节气候，面水比例有所不同，需要靠双手感觉面团的些微差异。卓文守表示，手工面最重要的就是耐心与经验。从面粉比例、含水量到醒面时间，都会直接影响面条的 Q 弹与风味。嘿，生冷吼，伊个温度受冰吼，迄时阵咧冰水咧做吼，咧做起来，口感无共。
依照迄天气状况做调整啊。夏天的时候就是要高温冰水，嘿，都不能太冷。是会影响到什么？口感好差，个你看这弄一连稠度，一个温度都没有温度嘛。卓家手工面坚持不添加防腐剂，制作完成后马上新鲜贩售，吸引不少家庭主妇与饕客前来。不少人一试成主顾，时时在访，就是冲着这碗手工面及卤味而来。Q 弹，很好吃，就不会软烂就是了。他们家的卤味刚好味道刚好，而且比别人的那个卤汁啊，还是它的味道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面条啊是纯手工制作的，所以吃起来跟外面的面条会特别的 Q 弹有嚼劲这样，而且他们的麻酱啊，对我来讲会特别的有香气。老板卓文守出身高雄内门，他的制面手法是向一位大陆来台的卢姓老兵学习。当时每天3、4点起床学做面，到现在40年过去，初心不变，希望将制面功夫继续传承下去。退伍就自己跟一个内门一个老的师傅，姓卢的师傅哈，外省人，早上3点半就去那边，到他们家4点开始学习做面。后来就是做来台南仁德这里落地了就跟我的老婆2个人一起来打拼就慢慢的一直做做了40年的了小孩已经长大了所以也已经老了啦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因为这种手工的东西毕竟很多时代在进步，很多都简化了。可是我要保留那个传统的那个东西随着年纪渐长，卓文守已将事业重心交棒子女，自己只是协助制面与包饺子，一家人不分你我，同心经营。卓家3兄妹从小就在面摊帮忙，其中2女儿卓佩宇目前担任立委王定宇服务处主任，今年也将投入议员初选。他表示，在基层面摊长大的他，会以煮好每一碗面的心情，做好每一件选民服务。从小在面店长大，那其实受到耳濡目染下，就是客人也会聊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是社会经历。那这些过程当中，让佩宇能够更了解基层需要的是什么更能够用心体会说怎么样把一个服务案件当成是自己的，用心的来对待来服务。卓家希望让吃得安心、吃得习惯的味道留在仁德，也走进更多人的餐桌。在讲求速度与便利的时代，卓仔手工面的慢工细活，不只是一门生意，更是一份对地方与传统的长久坚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桃园中坜马祖新村最近推出文化局马幼有意识系列活动，打造主题魔法包子铺，邀请剧团进驻表演，结合魔术、戏剧和泡泡秀，带领亲子走入眷村故事。活动将持续到3月底，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往参加。走进中坜马祖新村，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历史感的红砖墙和绿窗框。这里曾是许多人童年的回忆，现在则变身为孩子们的艺术乐园。桃园市文化局为了让眷村文化向下扎根，持续推动马幼有意思艺术沃土计划。今年已开春，特别邀请擅长魔术与特技的诚心诚意剧团进驻，把原本安静的马幼艺所打造成一间充满惊奇的魔法包子铺。这不只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文化局希望透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让现代的小朋友也能懂得欣赏老眷村的故事。那我们希望恢复过去这些幼儿园的这个精神那我们现在进一步规划成为亲子都能够体验、都能够学习的一个艺文空间。那我们每年都甄选不同的艺文团队进驻呈现以眷村为主题的各式各样的表演工作坊，然后戏剧的呈现以及展览希望让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亲近眷村，然后认识眷村的文化跟艺文。马幼艺所我们每年甄选4个团队进驻每一季会更换一个团队跟布展的主题。那我们第一季呢邀请了诚心诚意剧团用魔术、杂耍等等的方式
呈现以包子的这个主题作为大家认识过往眷村美食的一个媒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像相声啊、沙画，还有视觉等等的这些艺术的主题进驻那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常常来马幼艺所来认识眷村，来体验艺文。这出魔法包子铺故事描述一位回到老家的奶奶，看着墙上的老照片，回忆起小时候家门口那间热腾腾的包子店。为了重现这份温暖的记忆，剧团团长张玉成发挥创意，把魔术技巧融入戏剧叙事。他利用老照片作为媒介，让每一张照片都成为一个魔术的起点，带着观众穿梭在现实与回忆之间。我想我们这次可以来到这个马幼艺所来演出的话，我们就想要把这个眷村的文化，把这个故事呢，可以分享给参加的这些观众们、民众们这样子。然后希望我们把用魔术，我们擅长的魔术以及戏剧呢，把这个融合成一个故事，然后遇到这个包子铺啊，然后这些元素把它融合在里面，然后让民众可以得到这个故事以外呢，还可以体验到我们的魔术的神奇之处。所以我们想要教大家，民众可以学到魔术，学到魔术以外呢，可以得到一些眷村上的文化。所以我们把这个包子这个元素呢，放在这个工作坊里面，然后让民众可以得到这个故事这样子。除了精彩的戏剧演出，现场还规划了小小魔术师工作坊，小朋友可以亲自动手制作包子魔法盒和老照片魔术卡，化身为小小魔术师，把眷村的故事带回家，并给爸爸妈妈看。另外，在马幼艺所的展览空间同步展出魔幻记忆眷村中的惊奇瞬间主题展，这里设置的魔术互动体验区还能换上复古服装拍照打卡，让民众彷佛真的走进了时光隧道。这场结合视觉与听觉的艺术飨宴将一路展出到3月29日。如果您想体验不一样的眷村风情，不妨趁着周末假日来马祖新村的魔法包子铺，找回那份单纯又美好的感动。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在基隆大五轮产业园区设厂超过50年的国内知名品牌摩卡咖啡，在加码投资3.5亿元新建新厂房。副市长邱佩玲出席动土仪式，期盼透过地方产业升级，增加更多就业机会。斗产开地平安，开地平安，在斗产步步高升，步步高升。画面上是台湾知名咖啡品牌摩卡咖啡在大五轮产业园区新建第2间厂房的动土典礼。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出席，当面向高龄91岁的摩卡咖啡董事长刘文举表达感谢，感谢企业加码投资3.5亿元盖新厂房，包括经济部投资促进司司长张明彬、大五轮产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李建新，跟基隆市产发处科长潘祖德、基隆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总干事林有志等贵宾都共同来祝贺。这里的这个总投资土地呢，2年前买的是1亿3500万，然后呢，盖厂呢，从那个土木的部分，那个建筑房子的部分呢，大概是要2亿，然后还有机械设备的，大概要8000万，所以呢，一共投资起来要4亿3000万的。大家知道大五轮是全台湾第2早的工业区，那刘董事长刚才讲了，他的咖啡做得很棒，是爱心满满，50多年了。其实董事长最棒的是他对我们的社会的公益不遗余力。我跟董事长结缘最早是他在社会处捐赠富康巴士，捐赠了2部。愿意回归于基隆市政府，回馈基隆市政府，是我们觉得很感动的。那摩卡咖啡的品质更不要说了，一个有爱心的企业，再加上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企业，在我们大五轮工业区，想必我们大五轮工业区将来一定是业绩长虹，可以带来更多的营业额。这个厂呢是专门为那个炒高级的咖啡豆。过去呢，台湾的这个咖啡炒豆的工厂没有那么先进。我是特别从那个德国进来那个最先进的那个炒豆厂，把那个豆子炒出来的原味呢都保留住，
所以呢，这场成立了以后呢，我看台湾省，所有炒豆的那个厂的炒出来的豆呢，没有我们这么好。做烘豆技术嘛，就是烘豆的技术呢，除了好的机器以外呢，我自己的孙子到日本的远红 Marui 株式会社的这个小山的烘焙厂，实习了1年，把他们那个最先进的炒豆的模式呢，学回来，所以将来呢，对这个炒豆厂相当有贡献。为了促进基隆产业发展，市府方面加速审查流程，排除投资障碍，积极招商引资，获得企业的肯定。摩卡咖啡，我们刘董事长他们第一次来跟我们陈请，就是说这个行水线的整个退缩的那个6米这个自治法规，那是不是有影响到厂商的权益？那当我们发觉问题之后，市长呢，那特别交办我们秘书长，然后包括我们副市长，然后都发处、产发处呢，那赶快去研议这一个政策。那当然研议之后，不能只有针对单一个案，对大武仑溪整个沿岸的整个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是不是最后是用平均值的那个7厘办法平均值去计算？那最后都发会同意之后，所以整个现在所有大武仑溪的溪水线都可以用均值去算，那不会影响厂商的权益。这个是他们今天的第二家的新的在基隆新增的扩厂的一个计划。他们是希望可以用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咖啡的生产来去做烘豆，然后挑豆等等的一个自动化生产。那我们也很期待他们可以从基隆生根，然后继续往产业去做发展，然后可以扩大我们基隆的就业产业或还有产值。有厂商投资才能增加在地就业机会，市府表示会持续打造优质的投资环境，欢迎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基隆。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和平国小在社头福德宫举办怀旧办桌活动，带领师生体验古早味办桌文化，透过分享佳肴，让孩子们感受到团圆与温暖，也让传统年节文化继续传承。一盘盘热腾腾的水饺上桌，这些都是小朋友们亲手包的金元宝。和平国小在社头福德宫举办怀旧办桌、喜迎新春的活动，让亲师生重温古早味办桌文化，提前围炉迎新年。每个家长、每个家庭，大家一人一菜的部分，大家一起，主要是要让小朋友感受到办桌的喜悦。家长们带来拿手好菜，餐桌上充满每个家庭的故事与温暖，让每位与会嘉宾好惊喜。很多的东西都是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合作做完成的，诚意满满的，非常的温暖。我们和平国小范校长非常有巧思哈，今天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哈，是最好的亲子教育哈，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在今年都能够快乐的学习跟成长。今天很高兴呢，能够来莅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一家一菜超丰富，亲师生一起提前围炉迎新春。我今天很开心，我觉得很好吃。我们一起包水饺，好开心跟大家一起围炉，很亮亮的东西哦。跟孙子聚在一起呀，要这么多人啊，很温馨。就是师生一起，很温馨呐。在庙城前办桌，大家聚在一起，非常热闹。坐在这些板凳，可以看海，大小船只在这边，彩色屋，你看多棒的一个岛。希望后摆恁要艺术啊啥，会使来和我们倒酒。除了美食，现场还设置古早味打弹珠摊位，校长也变身财神爷，惊喜现身。透过活动，让古老的办桌文化在校园内短暂复活，成功将长辈的旧经验转化为孩子们的新记忆，让传统年味在世代间持续飘香，也为孩子们留下童年最珍贵的回忆。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台南第二监狱自114年10月起推动厨余分类及精准减量计划，透过标准化作业与管理创新，成功将每天平均700公斤的厨余降为0，不仅大幅减少处理费用，也延长了焚化炉的使用寿命，成为推动环保政策的示范单位。过来核对一下，先进来，要出去吗？层层关卡，气氛森严。不同于一般的参访机构，环保局人员这次来到台南第二监狱进行实地参访，
而原来是因为南二间在厨余管理上展现了极高的执行力，不仅从源头精准调整食米量，更运用科技化厨余机将厨余转化为有机肥，每日的厨余量从原本7大桶大幅降至3桶左右，减量成效卓越。因为今年行政院有颁布说116年，要全面禁止厨余喂猪。那因为本间是收容超过1000人以上的单位，那相对性厨余量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第一线工厂在吃完饭之后，剩下的菜渣、沥干，还有果皮、骨头的分类，还有白饭和汤汁的分类，我们给它做一个4个区分。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个阶段，我们进到炊场之后，在炊场设计了一个脱水机，那将所有的水量去化大概90%，那再搭配我们现有的厨余机，厨余机的一个效能可以从500公斤，经过厨余机的一个整备之后变成50公斤。那另外白饭干燥的部分我们协调清洁队做载运。参访过程中，环保局团队对于预方落实白饭回收、菜渣干湿分离等处理流程印象深刻，未来也希望将这套流程推广到台南各机关、学校，一起为厨余归零做努力。第二监狱呢，在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呢，他们对于厨余的处理跟减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其实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前端其实就会因为它的厨余量太多了，去调整它所烹煮的食物的量那确实可以在源头就减少厨余。那另外后端的处理脱水的部分呢，其实也对我们的焚化炉后端的处理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未来我们会推广到我们台南市呢的监狱啊，或是机关学校，或是甚至是军营部队，那我们可以一起呢为我们这个厨余的处理呢来做努力。台南第2监狱厨余减量去化，从源头做起，以科学化调整餐饭量，不只减少浪费以外，在后续厨余处理也进行挤压、脱水等多个步骤，可将厨余减量至90%左右。最后还将厨余转化为有机肥，成功落实废弃物资源化的目标，成为政府机关推动环保政策的优良典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年节采买人潮持续升温，台北花市春节档期也正式启动。花市不仅延长了营业时间，也备妥各式应景花卉以及农特产品，提供民众一站式采购服务，让过年增添喜气，送礼选择更多。副市长林奕华与台北花市董事长饶焕美等贵宾共同完成象征好运的花礼篮，为春节档期揭开序幕。台北花市指出，今年切花与盆花供应稳定，切花供货量预估达近100万把，较去年成长。盆花如蝴蝶兰、荆棘、长寿花等种类齐全，民众可安心选购。今年的花卉产量比较充足因为有闰月的关系，它生长的周期比较长一点大概多了3周的时间，所以花卉的供应量是比较充足的。那价格方面呢就是会比往年会便宜一些。再就是它的那个供应量可能会多个10%到20%左右所以品质各方面都很好。大概会比往年便宜个大概大概这1成左右像我们的百合以前大概500、600、700块钱才买得到，现在可能400到600左右之间大概就可以买得到，品质相当不错，就是没有包装的就是因为我们花卉市场我们是批发市场，是不能够零售嘛是整把那一种。台北花市在我们摊商的共同努力之下，去年的营业额高达28亿。鲜花22亿，盆花6亿，创历史新高。所以其实呢，能够大家知道挺过疫情，然后大家不断努力之下，可以有这样的成果。所以其实非常感谢摊商们平常这么的努力，让我们很多大台北地区的民众或很多的店家可以来这边找到最有品质的各种的花卉。
因年节氛围，花市也展示多款春节应景花卉，红色系、金色系花卉依旧最受青睐。花市业者表示，今年春节连假适逢情人节，玫瑰花需求增加，价格约较平日上涨30%，其余多数花卉价格相对平稳，整体选择多元。大家还是喜欢兰花啦，或是一些菊花类。然后金的呢，金的银的饰品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红的花比较讨喜。然后今年是刚好遇到情人节，所以今年的玫瑰会特别贵。今年玫瑰比较贵，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花，绑花束的花也会稍微涨比较多一点，应该是没有到4、5成，3成以上一定有。此外，台北花市持续携手南投县政府推出农特产品市集，让民众买花同时也能选购特色伴手礼。台北花市春节期间分阶段延长营业，2月3号起延长零批场营业时间至下午3点，2月12号到16号除夕中午12点全天营业不间断。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到台北花市采购，为农历新年增添好彩头。记者尹锡慧台北报道。台南安定区的无患子故事园区，每年过年都会推出创意展览。今年以小车贺岁为主题，现场用近2000台回力车，排出马到成功4个字，送上祝福。另外，安定区公所也用2万片积木打造2只高达100公分的库伯利克熊，造型相当吸睛。童心未泯的无患子生技开发董事长王高荣，今年古堡园区迎新春又要令大家大开眼界，映入眼帘就是用将近2000台回力车所组成马到成功4个字，其中马这个字就500多台所拼成，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运从成功出发。这个回力车我有用要到将近要到2000只，甲摆马到成功。安尼大家感觉马年大家拢成功安尼。民国80年开始，王董事长从代工到珍藏将近3万台回力车当中，为了让过年来台南走春的民众又有新的看头，除了想出用小车贺岁的创意，也展出收藏近30年的各种武士造型公仔、变形工程车、百变金刚等系列玩具，有些还能够发射武器，完整完美的收藏品质再次唤起大家童年回忆。这日本塔卡拉做的，伊唔做这尔，伊还有做小汽车变形金刚，委托咱团代工。代工阵我迄阵无迄种有去做部分，做部分到因有汽车咧卖我就买。感觉因为收这感觉袂歹，到这足细项爱当收起囥。3、5只个付一半钟才看，感觉真爽安尼。另外，现场不能错过的还有多款日本知名潮流艺术公仔品牌，每只都是联名限量，价格不菲。加上安定区公所3名替代役也花1个多月，用积木拼出2只高100公分的库伯利克熊，来配合园区活动参展。区长陈仁伟表示，制作难度真的非常的高，最后每只大约使用1万片积木完成。我们公所的替代役，那在闲暇时间那用了2万多片的一个积木，那组了2只比较漂亮的符合这次题目的主题的一个暴力熊，那来这边一起展出，那公私协力，那欢迎大家过年期间。那有空就来这里安定我们安定无患子故事园区来走一走，那感受一下安定的人情味。古堡园区迎新春将于2月14号到25号登场，初1到初6每天前100名，还将送出由卡片收纳、变形工程车、装甲龙等限量小礼物，送完为止。欢迎民众再次来现场实地感受王高荣珍藏的压箱宝。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想感受浓浓的年节气氛吗？不妨到桃园龟山的县光二村走走，园区推出眷村主题特展，以1960年代为背景，透过老电视、黑胶唱片重现眷村生活。现场还有市集和5路财神闯关活动。
几张就能够换马年限定红包袋，成为走春热门景点。想感受浓浓年节氛围吗？桃园龟山区的县光二村眷村文化园区将从本周末起到春节期间推出系列活动，包含怀旧市集、斗房 DIY、闯关活动等等。其中2月7号到3月8号推出的5路财神闯关关卡，结合投壶、套圈跟抓马等趣味体验，并以粮票作为意向设计集章卡，集满即可兑换马年限定红包袋，让民众边逛展边玩活动，体验眷村过年的热闹感。那我们这里一系列的活动会有市集，然后也有闯关的活动，还有我们晚上会有团圆宴的活动，以及让民众可以自己客制化一个斗方的这个春联的体验，然后还有眷村沙包的挑战赛。我们的活动是从2月7号到3月8号这个期间都会有一个所谓的5路财神的闯关活动。那我们活动里面的关卡包括了有投壶，然后有抓马，那我们更是用粮票的意向来作为我们的集章卡，让所有来参加闯关活动的民众可以在上面集章，然后集完章之后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去兑换我们县光二村专属的马年红包。在系列活动中，还有一档巡回特展，化用自眷村文化研究专书《眷村时代》，以1960年代为背景，透过老电视、黑胶唱片跟40个关键字，重现眷村生活样貌。希望民众走进园区，不只是看展览，也能亲身感受当年眷村的生活氛围跟时代记忆。在2026年，我们桃园市文化局有特别委托了中央大学历史教授蒋竹山老师的团队，特别规划了一个展，叫眷村时代巡回展。比如说有老式的旧电视机、我们的黑胶唱片，以及有用40个关键字来做介绍。比如说1960年代的养鸟文化啦，然后美军物资援助这部分，都是我们的生活亮点。那在我们县光村展出，因为我们县光村是桃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宪兵眷村，欢迎各位在春节期间能够到我们县光二村眷村文化园区来参观。结合怀旧展览跟互动体验，县光二村把眷村年味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文化行程。透过市集、闯关跟节庆活动，让不同世代在园区中交流记忆，也为春节走春提供一处充满故事跟温度的去处。记者林涛报道。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竟然变成守护地方的财神传说。桃园平镇福明宫屋顶上，一尊号称全东南亚最大的三官大帝圣像相当醒目。今年庙方还结合科技，推出智慧点灯，并打造木雕前幕。跟着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开车经过桃园平镇，远远就能看到3尊威严宏伟的神像矗立在屋顶上，守护着这片土地。这里是双连坡福明宫，也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三官大帝圣像所在地。许多信众可能不知道，福明宫最早其实是一间土地公庙，因为早期三官大帝在庄头轮值供奉不便，经过神明允诺才迁建到这里，形成了主事三官大帝、正殿主神为土地公这样特殊的双主神格局。不过走进财神殿，这尊高达9尺、气势磅礴的财神爷，更是让信众啧啧称奇。它全身由整块原木雕刻而成，保留了粗犷的树根盘结，看起来充满生命力。这尊福禄树财神其实原本是后山一棵树龄超过300年的老相思树。这段从老树变成财神的传奇过往，福明宫副主委黄煌明说起这段历史，依然津津乐道。在整理庙过程中，发现这棵没有被击垮的相思树，它经过树皮稍微剥开，就发现它很具一个神像。这个同时，主委也受到托梦，希望能够来巧雕成一个福禄树财神。那福禄树的财神也是因为托梦神明指示情况下，请工匠做过初步的处理，经过神明的允许允碑，我们就把它尊称为福禄树财神。这座福禄树财神也让我们双连里的很多信众都赚了钱、发了财。所以我们在民国90年间又集资了，在我们的屋顶上新建了3座三官大帝的圣像，以天官为主。这个是
当时是全东南亚最大的三观大帝圣像，希望经过不要错过，停留一下，烧个香，来参观一下我们屋顶很特别的三观大帝圣像。而随着时代变迁，福明宫也不断与时俱进。为了让信众点灯祈福更方便，庙方今年全面引进了科技斗灯。不同于传统的灯笼，这种科技斗灯结合了 LED 面板，可以直接显示信众的名字和祈福语句，既环保又充满科技感。同时，为了迎接农历春节，庙方还发挥巧思，将正殿的相思木财神和屋顶上的三官大帝以1:1的比例缩小，打造出质感温润的木质钱母，要让信众把财气带回家。这次的金币钱母都是以我们的财神还有三官大帝1:1的刻附的，所以不像外面的都是用公版，所以我们这都是请加持过。所以说这次大家过年期间来点灯乐捐，我们都会发予这个钱母给民众、信徒，大家带回去平平安安、顺利赚大钱。从300年的老树传奇到现代化的科技点灯，平镇福明宫在守护传统信仰的同时，也展现了满满的创新生命力。今年过年，不妨带着家人来这里走走，瞻仰东南亚最大的圣像，听听老树的故事，也为新的一年祈求满满的好运。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2026桃园灯节将在2月25日正式登场。桃园市府正式公布主灯飞马耀桃园以及小提灯马上发。记者会上还特别邀请金马奖影后国民阿嬷陈淑芳上台，邀请民众一起到桃园逛灯会、赏花灯，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3、2、1，2026桃园灯会。2026桃园灯会飞马耀桃园即将从2月25号到3月8号，在虎头山创新园区、南坎溪水岸、三民运动公园，分别以未来光裕、森韵流域、低头 Friends 乐园特色灯区登场。主灯与马上发小提灯也在宣传记者会正式亮相，邀请民众来桃园庆元宵。很快就要过年，当然过年的时候大家就很快又想到说接的就是元宵节，那对灯会一定有所期待。今年我们的桃园灯会会在我们的虎头山园区，马年，所以我们用这个飞马耀桃园当做主题，当做我们的今年的主灯。在虎头山园区，同时在南坎溪畔还有三民运动公园也都是我们灯会的展场。另外呢，每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小提灯，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小提灯，今年的灯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在这边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2月25号到3月8号，我们虎头山园区见。飞马耀桃园主灯以超过300个金属切面组构出飞马奔腾的姿态，翅膀运用多轴翼载机械臂技术达到动态展翼效果，而且从设计到组装都在桃园完成，别具意义。对，我们这一次主灯的设计呢，是用一个巨大的飞马来代表桃园。那为什么会用飞马的原因，是因为桃园是国门之都，也是我们所有民众启程以及回归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城市。对，那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来讲，我们是希望在12年后的马年，大家依然能够回顾到桃园的这一批金属打造的飞马。那同时，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航空的一些废弃的铝材，来重新去再生，去让所有的材料能够有新的一个生命。对，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主灯，从所谓的制作、生产到规划，我们都在桃园在地的厂商打造。那目的呢，也是为了迎合我们在桃园的这个科技金属的这一个部分的产业发展。对，那当然也同时非常的感谢桃园能给这一个本土文化孵化的一个机会，让桃园的在地的厂商以及我们台湾本土的设计能够在桃园发光发热。由纸雕大师洪兴富设计的小提灯马上发极具巧思，结合飞机造型与存钱筒功能，兼具收藏价值跟环保永续理念。这个是中间是钱钱赚钱，马上就赚钱，马上就赚钱风一吹，它到时候会微微的转啊。然后呢，接下来有没有发现下面的轮子是也是钱，有前途哇。然后呢，再来呢是
我们是马年，所以是马机长，稳健的马机长，登高望远，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进。那另外呢，这个题线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题线呢是马上有钱。那最重要是我们的题靶，各位拿到的时候手里有钱，这才是关键啊。宣传记者会中也呼应金马主题，邀请金马奖影后国民阿嬷陈淑芳出席。桃园灯会将从2月25号到3月8号登场，除了3大展区，还结合9大宫庙设置宗教祈福灯组，并在成功路打造光影廊道串联旧城区，欢迎大家一起来赏灯。记者赖伟一屯报道。台南市政府与中国信托银行合作，推出第2代 AI 防诈 ATM 系统。首波在全市布建70台 AI 防诈提款机，系统可及时侦测可疑的提款行为，像是没脱安全帽、口罩、边讲电话边提款等等，将会将画面停滞并及时发出警讯，同时连线警察局，提升阻拦诈骗车手的效率。民众如果要领钱，但是戴着口罩或帽子，甚至是遮住脸部的东西，警报声马上就会响起。这是台南市府与中信银行所合作布建的 AI 防诈 ATM， 第一波在车手提领热点设置70台，可以增加车手提款的难度，也降低车手这个得逞的这个成功率。那另外呢，如果是被害者，因为我们知道民众被害的时候，他常常是在被诈骗集团在牵着鼻子走，就是说教他怎么样按这个 ATM， 教他怎么处理啊。结果呢，他如果一边讲手机一边来做ATM 的操作的话 ，ATM 本身也会有知觉，结合语音提醒与画面警示功能，能在操作过程中主动侦测可疑行为，与警方建立联防通报机制，协助及时掌握异常交易，提升拦阻成功率。车手如果是有一个人多卡的这种交易行为，甚至是在不应该的时间，根据这个持卡人他过去的交易记录里面，他如果在不对的地点，我们也会侦测出来。公私协力，透过科技应用，提前阻断犯罪行为，守护民众的辛苦钱。中信银行目前在全台有超过500台 AI 防诈 ATM， 当系统判定交易潜在诈骗风险时，将立即终止或重新确认交易，降低受骗的可能性。记者周怀谈的报道。新北市政府为了守护市民春节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持续推动春节平安服务。今年春节共准备2000份平安袋，并结合全市100间公庙寺院提供平安餐。偏区的里办公处也发放区里平安信箱，同时透过4大超商的幸福保卫战，协助遇到紧急状况的民众，让大家都能够温饱安心好过年。新北市政府本周举办115年春节平安袋服务记者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春节连假期间有新北市平安袋、平安餐、区里平安箱以及全年不中断的幸福保卫战，提供需要的民众物资及温饱，让大家安心过好年。别人新北市在过年之前特别会就在过年期间碰到急难的需要被帮忙的，尤其在餐饮这个部分。我们会竭力的提供相对的一些做法，那这个做法其实已经很久了。我从副市长开始到现在，已经走了11年，所以每一年的11年的过程当中，我几乎都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来对我们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过年期间需要被帮忙的人，我们有一些做法，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温馨快乐一个平安年。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春节平安袋政策已迈入第11年，透过161处派出所及分驻所协助发放备有民生物资及代用餐2000份的春节平安袋，结合100间公庙寺院提供平安餐，于农历除夕至初五供应粥品、面食、汤圆等热食，以及在偏乡区里办公室提供弱势家庭区里平安箱，用多元的方式让物资服务深入邻里，照顾真正需要的人。当然，我们也有平安箱啊，平安箱最主要是放在里长那一边。里长那一边，因为有一些边乡
看不到的需要被帮忙的物资，随时可以送进去。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有4大超商对孩子们18岁以下的幸福保卫战。寒假期间，其实幸福保卫战一直都在做。我在这个时候还是特别提醒，孩子们如果碰到需要，超商绝对是一个提供帮助最好的据点。所以在这些配套措施里面，当然很多的爱心的公庙啦、捐赠物资的啦，还有超商的协助啦，我们好多，包括我们的运送物资的嘉里大荣，真的谢谢你们的爱心。当然，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增加派出所的一些负担。派出所10几年来还是一直帮忙的，作为一个据点，碰到困难他们会主动去协助。所以刚刚我们同仁把故事讲出来，就需要借着这个故事，知道大家在爱心的这个部分，因为你们的捐赠其实真的是到了第一线，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真的是被需要帮忙的人。新北市长后也指出，新北市于春节期间持续提供幸福保卫战服务，对于18岁以下儿少，若因紧急状况有餐食需求，可就近至全市2293间4大超商门市登记领取餐点，确保儿少在春节期间基本餐食不中断，不挨饿。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有4大超商对孩子们18岁以下的幸福保卫战。寒假期间，其实幸福保卫战一直都在做。我在这个时候还是特别提醒，孩子们如果碰到需要，超商绝对是一个提供帮助最好的据点。所以在这些配套措施里面，当然很多的爱心的公庙啦、捐赠物资的啦，还有超商的协助啦，我们好多，包括我们的运送物资的嘉里大荣，真的谢谢你们的爱心。尤其我们这一次大概代用餐，我们已经准备1万份。放在我们的平安袋里面，我们有1万份的平安袋里面代用餐，很多的餐厅在年初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开的，有些小餐厅有小店它有开的，它有代用餐，你就随时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去使用。所以其实我们用多元性的方式来提供更多的资助的方式，让急需要的市民朋友能够有一个温饱、安心，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一个年。感谢新北所有慈善团体捐赠物资，并由嘉里大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协助包装及配送，响应公益，携手提供弱势家户实质的支持与安定的力量。新北市社会局补充，春节平安袋发放期间为2月14日至2月22日，欢迎有急难需求的民众可至各派出所及分驻所领取。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许曼珍，我们再会。